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放縱肉體的私欲，隨住肉體和心中所喜好去行，本為可怒之子，和別人一樣。以弗所書2章3節。當我哋冇俾聖靈嘅引導，拒絕順服神嘅時候，就會被自己嘅慾望拖住走，好似一條帶着頸圈嘅狗。保羅用嘅希臘字係肉體同心意。希臘哲學無形塑造咗我哋嘅思想，讓我哋總係以為身體所行嘅同心中所想嘅係兩個唔同嘅部分。因此，當你睇到呢一段，馬上會解讀成為兩種慾望：一係肉體嘅慾望，譬如話性慾、食慾、樂趣等等；第二係心裏邊嘅慾望，譬如貪婪、勢力、驕傲等等。然而，保羅嘅觀念係整全嘅，身體所行同心裏所想係互相影響嘅。從希伯來嘅觀點嚟睇，人嘅心思、意念、情感、意志係整全性嘅，真正嘅品格係發自內心。舊約多處經文都係着重於行動，嗰個係因為一個人嘅內心會從行動體現出嚟。我哋總係傾向於將身體所行同心裏所想分開嚟討論，咁樣比較符合現實中嘅人性。雖然我哋心裏面貪婪地想要行偷竊之事，但係只要控制好自己嘅行為，就唔構成犯罪。警察並唔會逮捕一個只係喺心裏邊諗住點樣做壞事嘅人。呢個合乎世界上嘅法律規範，但係就同聖經相違背。喺神睇嚟，為人正直包括思想同行為。身為罪人，我哋一定會萌發唔討神喜悅嘅念頭。關鍵係當邪惡嘅念頭浮現喺心中嘅時候，我哋會如何面對同處理呢？我哋係讓邪惡嘅念頭反覆上演，或者係抓住佢，透過禱告求神幫助呢？嚟到神面前呢，求神為我哋重新做一顆清潔嘅心，正直嘅靈。